Pink 伫高雄演唱会结束啊，但是因嘛拍一支底片啊，内底将高雄真侪所在，龙虎塔啊、大港桥啊、流行音乐中心啊，拢搭藏入去。咱这个市民啊，足感动的。刷落来大家所关心的，伊最后啊，伫高雄到底是搁食啥物好料的咧？ 龙虎塔、大港桥流行音乐中心影片的头啊，拢是打到出名景点。Lisa 花、你好无高雄演唱会精彩表演，邀请 Jenny、高水的爵士，还佫有 Rose 甲歌迷斗阵跳舞。Blackpink 的歌风口罩分享伫高雄开演唱会纪录，将近1分钟影片，互观众有够感动。希望因会当过来开场安可演唱会，毋那安尼。 23号 ，Lisa IG 抛一张香港点心西多士的相片，离开台湾之前，搁食好料。也若这间香港点心嘛是高雄在地店家，头家发现有够欢喜，买将嘛对咧买。店家中昼在营业，不过已经有人在排队。我也是 BP 的粉丝啊，然后就是来这边看到他的限动有 po， 因为就是昨天看到他发限动，所以想到今天对，大家都知道。杜邦师傅赶咧做西多士，柜台订单已经满。Blackpink 的经纪人嘛伫咧 IG 分享相片，一道10项现菜，有柑仔蜜炒蛋、炒海龟子、麻油腰子等等，互经纪人学到好食，跑的就是高雄这间。 我今仔就是要来这踢馆的啦，这店员推荐的结果啦，麻油腰子也太脆口了吧！足侪美食部落客来小介，嘛是2023年必比登推荐。透天厝一条细细景的店面，看起来经纪人嘛是真够吹。Blackpink 高雄2场演唱会了后，要是互买将浸伫因粉红色的礼盒装内底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